今日咧，我哋要嚟繼續讀有關猶大王呢位王咧，佢係叫做善始而不能善終的君王。我喺度講咗幾個王咯喎，唔知你哋仲記唔記得猶大嘅國嘅王咧？第一個羅波安啦，第二個亞比雅，第三個咧約沙法，第四個約蘭，第五咧亞哈謝，亞哈謝，我漏咗一個嘛，再嚟羅波安、亞比雅、亞撒、約沙法、約蘭，然後咧亞他利雅呢個女王，第七亞哈謝，然後咧就係亞他利雅，亞哈謝係佢個仔，淨係做1年嘅王，然後咧亞他利雅咧就政變將個皇位嚟自己坐。咁第八個咧就今日我哋要講嘅，佢就係約阿士，所以有8任個王啊。咁你問我點解我今日冇講亞他利雅，我唔講亞他利雅，因為佢係叫做善壞係唔係佢應該做王嘅？但係佢係就係要用佢個手段，要將大衛嘅呢個王朝，即係講大衛嘅呢個皇位咧嚟斬斷佢。呢個係開始我哋講屬靈方面咧，簡直就係撒旦嘅工作啊！佢係撒旦魔鬼嘅器皿嚟嘅，要將大衛嘅呢個國位咧係斬斷所以今日咧，我哋嚟睇呢位善始而不能善終嘅君王約阿施。咁經文咧，其實係有2部分啦，喺列王記下啦，同埋歷代志下列王咧係11、12章啦，咁歷代志下咧係24章，好清楚嘅記錄咗約阿施佢嘅一生佢係點樣嘅成為君王，然後咧點樣嘅係好善始就係講佢開始嘅好好，但係後來點解會變為唔好咧？咁我哋一齊嚟睇下約阿施嘅背景約阿施佢係點解一個皇帝咧？我哋喺度喺聖經列列王記下11章1到4節咧，係咁樣記載㗎。亞哈謝的母親亞他利雅見他兒子死了，就起來剿滅王室。但約蘭王的女兒亞哈謝的妹子約示巴將亞哈謝的兒子約阿施從那被殺的王子中偷出來，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臥房裏，躲避亞他利雅，免得被殺。約阿施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華的殿裏6年。亞他利雅篡了國位。第7年，耶何耶大打發人叫加利人和護衛兵的眾百夫長來，領他們進了耶和華的殿，與他們立約，使他們在耶和華殿裏起誓，又將王的兒子指給他們看。所以佢哋就喺嗰度嗰陣咧，呢啲所有嘅護衛兵同埋嗰啲百夫長咧，只知道原來佢哋嘅呢個王咧係仲生勾勾嘅，不過咧係一個小孩子嚟嘅。吩咐他們說：你們當這樣行，凡安息日進班的1/3要看守王宮，1/3要在蘇爾門，1/3要在護衛兵院的後門，這樣把守王宮，攔阻閒人。
你們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華的殿裏護衛王，各人手拿兵器，四圍護衛王。啊！凡擅入你們班次的，必當治死。王出入的時候，你們當跟隨他。眾百夫長就照着祭司耶和華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帶所管安息日進班出班的人來見祭司耶和耶大。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喺約阿斯嘅背景入邊咧，佢係喺皇宮入邊，佢唔係喺皇宮生長啊，佢係皇宮出世啦。但係咧係因為亞他利雅要將所有皇室，就係講佢所有嘅哥哥全部殺死，剩翻佢呢個小孩子嗰陣咧，佢仲係一個嬰孩嚟嘅。所以呢個背景俾我明白到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一直到耶何耶大等到佢7歲嘅時候咧，至公開講呢位就係你哋嘅猶大嘅王啊！咁我哋讀聖經嘅時候咧，我哋又睇到佢之而能夠存活，係因為亞哈謝個妹叫做約示巴，約示巴將佢咧係從呢個被殺嘅王子中拋出嚟嘅。然後咧，佢餘母咧係同藏喺臥房裏咧，就係避免被亞他利雅嚟殺。咁我哋明白到，當第7年嘅時候咯，耶何耶大打發叫人叫呢個加利人。我讀聖經嘅時候咧，呢一段咧，我就要比較明白呢個問題。邊個係加利人啊？加利人係邊個啊？原來咧，加利人咧係呢位叫我講係非利士人嘅一個支派嚟嘅。咁非利士人嘅呢個支派點解會有咁嘅叫做加利人嚟做呢個猶大嘅呢個王嘅親兵咧？或者係我哋講今日嘅僱傭兵所以咧呢個就要我哋要追到喺撒母耳記上咧第27章嘅，講到大衛王啦，有一段時間係喺非利士地住嘅，咁佢就有一批非利士人咧係好忠心跟隨佢嘅。咁呢啲人後來咧就成為咧係國王嘅親兵咁呢個非利士人點解會咁樣嘅叫做願意嚟跟從大衛咧？當然佢哋睇到大衛係一個非常有叫做我哋講 charisma 嘅一個國王佢有吸引力佢好有一種吸引力嘅呢個國王然後咧又睇到佢對神嘅敬畏所以忠心去跟隨佢。咁我哋睇到喺撒母耳記上咧，有記載非利士人咧，佢係掌握到最新進嘅鐵器嘅製造技術嚟嘅。仲記唔記得當呢個掃羅王唔係掃羅王，呢個約沙法王嗰陣去打仗嘅時候，佢哋都冇兵器只有非利士人能夠做出好先進嘅呢個鐵器刀劍。所以咧，我睇到原來就係咁嘅一種背景之下咧，佢哋係善於我哋講乜嘢講，佢哋係叫做驍勇善戰嘅人我哋講驍勇善戰，你明白咩意思佢哋真係唔怕死㗎打仗啦，佢哋排第一㗎。所以喺一種情形之下咧，呢個非利士人呢個加利人咧，非利士人嘅一個支派咧，就作為保護約阿斯嘅呢個親兵，即係我用僱傭兵嚟保護佢。咁我哋喺度喺咁樣種情況之下咧，仲有記載嘅乜嘢咧？就係亞他利雅討殺王室時咧，約阿斯還是嬰孩啦。咁神又隻約示巴同埋祭司耶何耶大啦，把佢藏喺聖殿6年就係佢係從死亡中啦係冇保守嘅咁亦都係睇到證明乜嘢啦？神嘅應許唔會落空嘅
因為神應許大衛嘅皇位咧係唔會斷嘅，唔會係結束嘅。仲有咧，大衛嘅就係大衛嘅後裔唔會有短絕嘅。咁亦都喺度神永遠嘅掌權嘅呢個歷史，無論係撒旦咁樣用呢個亞他利亞嚟作反啊，但係神都係喺背後咧，我哋喺度雖然冇睇到神嘅呢個手喺入邊，但係所有嘅歷史嘅推進咧，我哋睇到原來背後咧真係有神喺嗰度咧嚟操縱嘅，唔係俾人可以咁樣去亂嚟嘅。咁第二方面，我睇到呢個亞他利亞佢失敗之後咧，咁正式嘅呢個王咧就登基啦。咁呢位王登基咧，就係睇到佢有一個屬靈嘅導師嚟帶領佢，咁佢就有美好嘅成長啦。嗱，聖經咁樣講嘅，約阿斯登基的時候年7歲，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親名叫西比亞，是別是巴人。祭司耶何耶大在世的時候，約阿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嗱，呢件事係好重要嘅。佢呢位王咧係真係願意行耶和華看為正嘅事。咁第三節講耶何耶大為他娶了2個妻，並且生兒養女。我喺耶何耶大係佢嘅姑丈嚟嘅，佢姑丈要幫佢揾適當好嘅女子俾佢，所以自有咁嘅一個影響啊。第四節咁樣啊，此後約阿斯有意重修耶和華的殿，好可能咧呢兩個女子咧真係敬畏神嘅人咯，嫁咗俾約阿斯啦，但係佢係鼓勵約阿斯要重修耶和華嘅殿因為亞他利亞咧做到整個聖殿啦，係敬拜巴力、敬拜偶像嗰個咁嘅氣氛啊。咁第五節講，便招聚眾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們說：你們要往猶大各城去，使以色列眾人捐納銀子，每年可以修理你們神的殿。你們要急速辦理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辦理。喺度佢係好希望咧睇到神嘅工作啦係有起色嘅但係咧冇諗到呢啲利未人又咁叫做咩懶惰，冇咁急促，冇咁緊張咁我話冇咁緊張做咁嘅事咁所以落嚟咧，王就招了大祭司耶何耶大來啦，對他說：從前耶和華的僕人摩西為法櫃的帳幕於以色列會眾所定的捐項，你為何不叫利未人照這例從猶大和耶路撒冷帶嚟作殿嘅呢個費用呢？哇！呢個王係真係好熱心係嘛？熱心到咧，佢招呢個大祭司嚟啊！哇！應該係佢聽大祭司嘅，又大祭司聽佢嘅應該係倒過嚟大祭司係要吩咐佢點樣做但係反過嚟咧，佢仲急過大祭司佢話：點解你哋咁慢做嘢做得咁慢我好希望你哋能夠修整呢個聖殿咁就需要有顏料嘛，係嘛？所以點解你哋冇咁快嘅嚟進行所以講，你為何不叫利未人照這例從猶大和耶路撒冷帶來作殿的費用呢？所以喺度佢係好希望神嘅工作能夠繼續嘅。第七節講，因為那惡婦亞他利亞的眾子曾拆毀神的殿，又用耶和華殿中分別為聖的物供奉巴力，於是王下令眾人作了一櫃，放喺耶和華殿的門外。弟兄姊妹呢個係奉獻箱嘅聖經嘅記載係嘛？佢做咗一個咩奉獻箱我哋係用咩奉獻袋佢以色列做一個奉獻箱做乜嘢咧但係
落嚟咧，我哋睇到第9節講，又通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將神僕人摩西在曠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項給耶和華送來，所以叫佢哋全部要照呢個以前摩西點樣吩咐嘅咧嚟做啊。咁第10節講，眾首領和百姓都歡歡喜喜地將銀子送來，投入櫃中，直到捐完。呢個真係非常美嘅一件事啊！所有以色列人啦，願意將佢哋應該奉獻嘅錢咧，奉獻嚟放喺呢個奉獻箱入邊啊。咁利未人見銀子多了，就把櫃抬到王所派的士師面前。王的書記和大祭司的屬員來將櫃倒空，仍放在原處，日日都是這樣，積蓄的銀子甚多。哇！呢個係我哋睇到聖經記載猶太人咧，佢哋真係用行動嚟表示對神嘅敬愛，願意將呢個錢咧嚟奉獻啊！咁12節記載講，王與耶何耶大將銀子交給耶和華殿裏辦事的人，他們就僱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華的殿，又僱了鐵匠、銅匠修理耶和華的殿。工人操作，漸漸修成，將神殿修造得與從前一樣，而且是甚是堅固。我哋睇到呢個事工咧就開展啦，一直到佢哋話整個工作完成啦之後咧，又甚是堅固。14節講，工程完了，他們就把其餘的銀子拿到王與耶何耶大面前，用以製造耶和華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調羹並金眼的器皿。耶何耶大在世的時候，眾人常在耶和華殿裏獻燔祭。呢個真係恢復咗敬拜嘅生活啊！所有嘅猶太人咧都願意嚟到神嘅面前嚟獻上呢個燔祭，甚至講耶何耶大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死的時候年130歲。哇！呢個人長壽因為佢係敬畏神噶。咁葬在大衛城列王的墳墓裏，因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哇！我哋睇到呢個大祭司，佢係得着好高個呢個榮譽啊！佢死咗唔係立亂嘅去葬啊，而係葬喺大衛城列王嘅呢個墳墓嗰個墳場入邊啦。所以我睇到神係好重視呢位服侍神嘅人。所以睇到喺屬靈嘅導師帶領之下咧，真係有美好嘅成長嘅。不但睇到佢係願意嚟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嘅事啦，仲有咧，頭先我讀個聖經入邊俾我睇到啦，佢做咗幾件事啦。第一方面咧，重修聖殿，推動奉獻仲有建立奉獻箱就係管理透明。所有嘅錢項係有人嚟管理嘅，唔係講係就係一個人嚟做仲有咧係消復敬拜嘅中心，所以佢哋獻燔祭啦，就係明白到呢個係一種恢復咗敬拜嘅中心所以睇到好重視乜嘢咧？做得好好嘅事咧，就係恢復敬拜。所有嘅猶太人過去拜巴力嘅，而家咧就鼓勵佢哋翻嚟恢復敬拜。仲有啦，恢復百姓屬靈嘅生活。當佢哋嚟到神嘅面前嘅時候，我相信咧，大祭司一定會用神嘅話語嚟教導佢哋嘅，俾佢哋對神咧更加嘅認識，又更加嘅敬畏，亦更加嘅順服。咁另一方面咧，喺度佢尊重神嘅呢個律法因為律法上佢明明講啦摩西有吩咐要將呢個銀子嚟獻俾神嘅。
所以佢話恢復奉獻嘅制度，然後咧讓百姓重新參與神家嘅建造。呢樣嘢頭先我哋所讀嘅聖經真係好記得好清楚嘅，因為所有嘅百姓咧都係攞佢哋嘅銀子咧嚟到奉獻，甚至咧聖經係點樣講啊？呢個錢銀啊都充足啊，係到了呢個就係講一個地步咧，佢哋就係將呢個銀子咧帶到俾呢個王所派嘅司事嘅面前啦，王嘅書記啦同埋大祭司嘅屬員啦嚟將佢倒空，然後之後咧又再放喺佢哋嘅固定嘅地方，俾百姓咧再繼續嘅嚟奉獻。所以呢個係供應神家嘅需要嘅。啊，今日我哋講到教會嘅奉獻咧，亦都係咁樣嘅，就需要弟兄姊妹咧係叫做咩啊？甘心樂意嘅嚟奉獻嘅，使到神嘅家咧係唔會有缺乏㗎。咁第三方面我睇到，當人離開以後咧，他也離開神。呢個意思係講，當呢位耶何耶大啦，呢個大祭司死咗嘅時候啦，事情就壞啦。點解啊？耶何耶大係呢個約阿施嘅導師嚟嘅喎，嚟帶領佢點樣嘅嚟敬拜神嘅，點樣嘅嚟管理呢個國家嘅。但係咧，當佢離開嘅時候咧，呢位約阿施咧，呢位君王咧就變質啦，佢就冇再咁熱心嘅嚟侍奉啦。喺聖經啊，我哋喺度歷代記下嘅24章17到20節咁樣記載嘅話，耶何耶大死後，猶大的眾首領來朝拜王，王就聽從他們拜啦。呢個係真係一個最弊嘅事情啦，因為嗰啲眾首領嚟到王嘅面前咧，唔係叫佢做好事啊，係叫佢離開神啊。第18節講，他們離棄耶和華，他們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亞舍拉和偶像，因他們這罪，就有憤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冷。嗱，弟兄姊妹，乜嘢係叫做亞舍拉？亞舍拉係邊個啊？亞舍拉咧係巴力嘅老婆嚟嘅。巴力係以色列呢個外邦人啊，佢哋嘅呢個神明啊，所以佢都有個老婆嘅。喺19節講，但神仍顯先知到他們那裏，引導他們歸向耶和華。這先知警戒他們，他們卻不肯聽。嗱，呢個喺度好明顯嘅。王咧，我哋有一句説話講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因為呢個君王咧已經係離棄咗神之後咧，嗰啲百姓咧都係一樣嘅，又唔係冇睇好樣睇壞樣啊。所以咧，我哋睇到佢哋就唔願意聽呢位神所差遣嘅先知。咁20節俾我哋明白到，那時神的靈感動祭司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利亞，他就站在上面對民說：神如此說，你們為何干犯耶和華的誡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所以他也離棄你們。哇！呢個咁嘅一個叫做先知嚇，咁嘅一位神嘅僕人，咁樣嚟警告以色列人啊！你話咁嘅説話係咪好有分量咧？我相信好有分量啊，因為佢係耶何耶大嘅兒子啊。耶何耶大係猶大就係我哋知佢係大祭司嚟嘅。咁佢係有咁嘅責任啊，嚟改正呢位約阿施呢個國王啊。嗱，弟兄姊妹，你諗下，約阿施同埋呢個撒迦利亞係乜嘢關係？乜嘢關係？自細就玩到大噶啦喎！我點解咁樣講咧？因為耶何耶大嘅老婆叫約示巴，佢係將約阿施仲係好細嘅時候咧偷出嚟咧，係
聖殿入邊養大佢嘅喎。咁撒迦利亞係邊個啊？耶何耶大大祭司個仔喎，所以佢哋應該係一齊玩到大嘅。但係咧，當呢位撒迦利亞咁樣嘅嚟勸勉佢哋，叫佢哋唔好再犯耶和華嘅誡命，但係咧，確係睇到佢哋係拒絕嘅。廿一節講眾民同心謀害邊個啊？撒迦利亞，就照王嘅吩咐，在耶和華殿嘅院內啦，用石頭打死佢。哇！弟兄姊妹，呢個約阿施越嚟越壞咯，離棄神，不但係離棄神，甚至咧係用佢嘅呢個國王嘅權利啊，將呢位撒迦利亞咧嚟謀殺啊！哇！弟兄姊妹，即係覺得非常之叫做冇正義嗬啊！因為點樣講咧？落嚟有講啊，這樣約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亞的父親耶何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殺了他的兒子。你睇到，本來都係親戚嚟噶，但係啦，對神嘅一種嘅敬畏啦，佢一離開之後啦，佢就叫做無法無天噶啦，就用私刑啊嚟將撒迦利亞打死。弟兄姊妹，用石頭打死係乜嘢意思啊？對猶太人嚟講，用石頭打死係好嚴重嘅一種刑罰嚟噶，係咪啊？就係當佢真係褻瀆神啊，係真係喺犯咗好嚴格嘅呢個律法嘅規定啊，至可以用石頭，甚至我哋好明白啦，係犯奸淫啦就可以用呢個石頭打死嘅。所以喺度，哇！原來約阿施咧，遠離神之後啦，就越嚟越亂嚟啦，就自己行私刑，將呢個自己嘅表哥用嚟將自己嘅表哥嚟用石頭嚟打死。佢冇再念呢個想念到耶何耶大係將佢點樣嘅嚟從死亡中嚟救出嚟，完全冇嗰種嘅感恩嘅心啊！所以我睇到呢個人佢係當耶何耶大死咗之後咧，佢係越嚟越離開神呢個係佢人生最大嘅轉折啦就係耶何耶大死咗之後咧，佢就聽從首領，不再聽神啊，反而咧係聽人嘅意見，就係佢嘅呢個其他嘅喺佢身邊嘅人就唆使佢嚟將呢位神嘅僕人撒迦利亞用石頭嚟打死佢，所以離棄神啦，我哋喺度重新敬拜偶像，離棄咗聖殿，呢個係好叫做好悲哀嘅一種嘅叫做形容啊！你咁樣睇聖經咁記載咧，非常之悲哀嘅，因為本來係復興嘅，但係因為佢行差踏錯啦，咁整個國家咧都會淪陷嘅。就喺度佢就願意啦，聽嗰啲首領嘅話，就殺害撒迦利亞。撒迦利亞係邊個？頭先我有講過啦，就係佢係曾經係救他嘅恩人嘅兒子。咁撒迦利亞死嘅時候講乜嘢咧？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所以他也離棄你們。嗱，呢件事咧係非常之嚴重㗎，因為當撒迦利亞死嘅時候咧，佢有講過一句説話嘅。撒迦利亞死嘅時候，佢講乜嘢咧？當佢被佢哋用石頭打死嘅時候咧，撒迦利亞死之前咧，有講過一句説話，佢講乜嘢啊？願耶和華監察伸冤啊！咩叫做耶和華監察伸冤啊？就係佢係冤枉死嘅，所以佢係咁樣嘅祈禱求神監察呢個王佢嘅行為係點嘅，然後咧你為我伸冤。
佢冇為自己伸冤啦，佢就係咁死咗啦。所以我睇到離棄神嘅人咧，最終咧係收穫乜嘢咧？審判嘅。聖經咁記載啊，喺歷代記下24章啦，落嚟咁23節咁講啊。滿了一年，亞蘭的軍兵上來攻擊約阿斯，來到猶大和耶路撒冷，殺了民中的眾首領，將所掠的財貨咧送到大馬色王那裏。亞蘭的軍兵雖來了一小隊，耶和華卻將大隊的軍兵交在他們手裏，是因猶大人離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所以這亞蘭人懲罰約阿斯。嗱，你睇到咁清楚啦，因為佢係唔願意跟從神咧，又係睇到有呢個撒迦利亞咁嘅祈禱啦，求神嚟監察啦、施恩啦，神真係聽呢個撒迦利亞嘅祈禱啊！立刻咧滿了一年咋喎，就係撒迦利亞死咗滿一年啦，就發生咁嘅事啦，就亞蘭軍咧就起嚟打呢個猶大啦。咁呢個猶大嘅實力咧係大過呢個亞蘭嘅。你睇到聖經講乜嘢啊？亞蘭的軍兵24節啊，亞蘭的軍兵雖來了一小隊，咩叫一小隊啊？好少軍人啊，好少兵士啊。我哋新加坡嘅呢個編隊嚇，一隊係幾多人啊？platoon，one platoon how many？ 30個人喎，一隊30個人。你睇到佢能夠打敗呢個大隊嘅軍兵，所以好明顯咧，就係神要藉着呢個亞蘭軍隊咧嚟救翻猶大啊！俾佢哋明白到，佢哋唔可以再做壞事噶啦。約阿斯，你唔好再做壞事噶啦。所以我哋喺又唔似睇到亞蘭王離開約阿斯的時候咧，他患重病。佢患重病同邊個一樣啊？佢個阿爺係嘛？約蘭啊，一樣啊，患重病啊。咁神僕咧就被判下啦，要報祭司耶何耶大兒子流血之仇，殺他在床上。你仲記得嘛？加利人呢個加利人可能咧就係跟隨耶何耶大嘅人嘅，最後睇到耶何耶大死咗，咁佢個仔亦都死咗，佢哋就要為佢嘅咩去嚟報仇，要為呢個叫做撒迦利亞嚟報仇，所以咧就真係咧喺咁嘅一種情況之下咧，就係將佢喺床上咧將佢殺死啦。咁葬喺邊度咧？大衛城只係不葬在列王的墳墓裏，你睇幾大嘅分別？大衛城係是但一塊地就得噶啦。第一個列王嘅呢個墳墓咧，係專門係為嗰啲君王預備嘅。咁我哋睇到26節講，背叛他的是亞捫婦人示美亞的兒子撒勃伯和摩押婦人示瑪利的兒子約撒伯。我睇到原來神係藉着外邦人啊嚟將呢位神嘅選民呢個王將佢解決。至於他的眾子和他所受的警戒，並他重修神殿的事，都寫在列王的傳上。他兒子亞瑪謝接續他作王。呢個係第二次我哋要講噶。亞瑪謝係點樣個王？弟兄姊妹喺度離棄神嘅人，喺神沒有立刻嘅審判嘅，而係其實過咗一年啊嘛。係過一年嘅時候就係希望呢位約阿斯咧要可以回頭嘅，佢先差遣先知，先給予悔改嘅機會，但係咧約阿斯完全拒絕，甚至咧用私刑嚟將撒迦利亞咧用石頭嚟打死佢。所以後來
亞蘭嘅小軍隊打敗猶大嘅大軍，但係佢身受重傷之後咧，佢嘅臣僕就被判佢啦，被殺喺床上，沒有葬喺列王嘅墳裏。我睇到我哋咁樣讀嘅時候，就係一種極大嘅羞恥羞辱嚟嘅。你本來係身份係到嗰一個地步啦，人哋都唔當你係王噶啦。所以我哋睇到佢嘅收場，約阿斯嘅收場係好凄涼嘅。佢一生開始係榮耀嘅，結束啊係悲慘嘅。佢開始真係鼓動整個猶大國啦，係歸向神嘅。但係嗰個係佢開始嘅時候咧，係有人嚟指導佢啦。就係我哋睇到有耶何耶大啦，呢位大祭司啦，呢位敬畏神嘅僕人啦，嚟引導佢能夠使到國家咧係復興嘅，不但係宗教方面嘅，喺經濟方面啦，各方面都係復興嘅。但係當佢決意咧離開神嘅時候咧，所有嘅叫做復興咧就變為衰敗。咁我哋喺度係一個俾我哋最好嘅提醒啦。點啊？開始做得好啊，固然係好事，但更重要嘅係結束得好。約阿斯開始非常好，甚至佢嘅兩個妻子對佢有好正面嘅影響，因為一結咗婚，佢就想諗啊，要重修聖殿啊。所以呢點係都俾我哋提醒到，我哋真係好希望啊，我哋嘅下一代啊，要揾到好嘅女子啊，敬畏神嘅，願意順服神嘅姊妹啊，然後咧喺結婚之後咧，能夠推動呢位做丈夫嘅更加熱心啊嚟侍奉所以我覺得聖經都好幽默啊，記載好多支持耶穌基督嘅工作嘅都係婦女，都係婦女，好正面嘅就係講佢哋真係好熱心係愛主嘅人啊，所以如果係我哋睇到有弟兄我真係要咁樣好叫做明白嘅講啊，嗰啲熱心嘅弟兄背後個女子好重要嘅。如果係背後冇嗰個推動手咧，我睇我哋個侍奉咧都係半桶水嘅。仲有我睇到，不要失去你所作的工，乃要得着滿足的賞賜。弟兄姊妹，我冇同你講，開頭我冇同你講到呢一位叫做約阿斯嘅，佢個名嘅意思係乜嘢啊？約阿斯個名嘅意思咧係神所賜的，神所賜的。哇！佢係神所賜的，但係咧佢卻唔能夠得着呢個滿足嘅賞賜因為佢係失去啦佢所作嘅功呢個亦都係喺呢個我哋睇到使徒約翰咧，佢喺約翰二書咧係用咗呢節聖經咧要嚟提醒嘅。約翰二書第8節咁樣講：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所作的功，乃要得着滿足的賞賜。呢個真係俾我哋了解到，我哋願意咧係有善始，但係我哋都要有善終。開頭做得好，咁到結束嘅時候咧，仍然係忠心嘅嚟侍奉。我希望能夠咁樣嘅彼此鼓勵。我哋好多弟兄都年長啦，都年長啦。但係我哋就希望咧，雖然我哋年長，但係好希望我哋有呢個健康嘅時候咧，繼續嘅嚟堅持嚟侍奉我哋嘅神。我哋一齊嚟祈禱。主啊，我哋喺你面前求你
將你嘅話語深刻喺我哋嘅腦海。雖然你嘅僕人可能講得未必係咁嘅有力量有能力，但係我相信主你嘅聖靈係能夠喺我哋嘅心中嚟做感動嘅工作。求主嚟幫助我哋，真係能夠睇到我哋願意喺我哋嘅生命中，我哋所留下嘅呢個年日，嚟更加嘅嚟侍奉你，嚟跟隨你，使到你嘅名被高舉，吸引多人嚟歸向你。我哋咁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我哋為呢個羅嘅聖名感恩啊！夏天我哋感謝你，俾我哋能夠喺你面前，又喺藉着麥餅紀念主，藉着聽到。現今我哋要將留下嘅呢個食物嚟感恩。以下時間希望能夠帶俾我哋弟兄姊妹喺身體嘅需要方面得着滿足，亦都幫助我哋喺着事上能夠有彼此好嘅溝通，彼此嘅激勵。能夠更加嘅嚟有一種嘅追求，大家更加願意嘅嚟侍奉你，咁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